乡亲好，欢迎收看《村民大会》，我是纪丽丽。大家看到我背后一片山呢，强悠悠的，也特别是宜兰县的五路巷风景区。呢度乡亲无求观众朋友，你是来也特别来告水老了路阳么？一部嘅地方风呢，真唔平静。现在对去年起始，地方风嘅政工所上嘅评估都也特别来适宜咧变种延期，地背都出包含嘅纳骨塔。故做地方风嘅居民唐阿多动作强。因为讲，土也特别风景区就要多来设纳骨塔，咁要合适嘅限素材，咁係要有其他嘅考量咯。不過另外一方面，地方方面有人知道講，確實有安尼嘅變種需求，設立納骨塔真好啊。今比村民大會就係去到現場嘅慶安廟，請鄉親朋友還有公部門嘅來賓，共下來討論。咪請觀眾朋友共下來明看下人嘅價值，共下來關心。今日呢，按照我出來到一個欣賞慶安廟頭前開下其中的一篇討論。現在呢，對去年起始五路巷風景區一片當場會有一個新嘅發展、新嘅未來嘅。故所呢，大家談下到地方風嘅政工所一啲也特別來去變種設施、變裝設施咯。地方風一下有各種嘅意見，睇下共下來討論呢。韓國呢，今比有關亞慶安內嘅負責單位，屬澳政工所未有派代表來到現場 ，MV 大家來收嘅今嘅來賓咯，頭咧係屬澳政工所嘅主任秘書尤祖密。大家好。宜蘭環境保護聯盟嘅王彥麟王理事長。大家好。宜蘭縣政府民政處嘅總高理事科林志聰林科長。大家好。工商旅遊處嘅池騰蓮池副處長。大家好。現場嘅鄉親朋友，大家安坐，大家好。剛才講到啊，對一個去年起始地方風一下當地嘅關心、當地嘅討論，因為一下當場我哋設一個變種設施，地方風有深度嘅看法。太叔kend定寫書，兩子也向下搭帳篷，按當年下頭五路巷安靜嘅環境當中留了。唐阿島南北也特別，可能唔單止是有山水好光景天天，還會加嘅變種設施，也兩年下當出樣。哇，那這邊就毀掉了。你蓋一個在這邊，以後誰敢來露營？一定不敢的啊，對不對？那現在找這種地方啊，我們講實在話，去哪裡找？你直接往中央山脈一直進去了啦。那你納骨塔這種東西，你是商業化，對人一定都會死嘛，一定需要它。那你商業化東西，我們把它往市區去一點，人多一點地方去，留一些這種地方哦，給後代子孫。盡量不要蓋啦，真的蓋，現在很少說有溪邊可以戲水了，知道嗎？對啊，現在的保護得太好，是不是不能進去玩啊？蘇澳政工所按算愛討五路巷風景區度嘅9股團143梯號，愛啲政有土地方來去變種設施，係啲附近嘅居民當反對。小死人都是迄個空氣都無好啊，啊水嘛無好啊，水即阮攏食個山溪水啊，啊山溪水迄都攏會污染啊。2009年巴馬颱風的時候，河水改道衝過這個水壩門壩頂都衝過。這個地方如果下到1500毫米到1800毫米，這個土石流就潛勢地帶。這個鐵橋就是曾經沖毀過，只適合做那個生態保育的地帶，它不適合做那個殯葬地帶。搶救五路坑，反對殯葬區，反對殯葬區。民眾對亞達環境有當前嘅感情，頭擺係啲土地本然整數規劃做風景區，加到小片呢，南北又會有其他變化。攏總安尼，阮兩戶的大概差不多5分地，伊就是講要創風景區啦，啊，阮遮就攏摕收去啊。中平估計是有價值啦。你講一個風景區內底有外人入來講，啊，有人去辦這個喪事來講，比較那個場合發生不太對稱的。政工所回應，面此地方風，有人希望愛去納骨塔，面對有條居民的反對，會持續溝通。就火化後的骨灰存放設施呢，我們希望。能夠充足的提供。另外，也希望在辦理這個奠儀當中能夠有就近的這個禮廳，還有冷藏大體的地方讓家屬可以方便性的利用。現在目前宜蘭根本那骨場還空了2萬多個位置，蘇澳鎮人口現在才4萬1000多人。
然后一年也不过3000人以内，全宜兰县有那么多的地方可以放，根本不需要。各地一条河坝，风景区同滨中设施就伫两对面，现素材更有行较好嘅理想咯。人家谈到啊，一下呢，地方风嘅政工所上海伫亚特别。也附近的素材也限啲嘅评估，上来系列纳骨塔相关的并种设施，按照对地理环境来看啊，也就是五路行嘅风景区，也摆呢爱上来图一个苏澳镇9股团143梯后也特别，差不多有2.98公顷的素材，系列纳骨设施。底部都有乜嘅东西呢？主要嘅设施有停救室、纳骨塔、冷冻室，还有行政管理室相关礼厅哦，也柜台层呢有动到。近边嘅人嘅负责单位，那个苏澳镇公所嘅主任秘书们来到现场，先来抢秘书哦。主秘，我们先从现在这个计划哦，想要做初步的概念哦，我们先来说明一下好吗？那我先粗浅的就这个殡葬设施的规划过程向各位乡亲来做报告这一个案子大概从去年开始那我想地方长期以来殷切的期盼苏澳镇公所能够早日呢。能够来辟建这个殡葬设施，其实早在前几任镇陆陆续续大家都有做过规划，当然有些是因为地点选址居民反对而作罢。那公所呢，也因为这样的需求，所以民众的需求重新来启动这样的相关的规划那当然我们是从可行性评估开始做。有可行才会开始进一步做到规划。所以主秘，我们说现在选地方还在评估阶段，还在评估。从殡葬设施的运用，各位，这个是祖先安息的地方，它没有那么恐怖，对环境也没有所谓那样子的冲击，因为基本上大家刚刚我从新闻画面看到，担心影响水，因为它没有焚化设施。再来这一个建筑采绿建筑，它将来要施作，不管盖在哪里，它都是采零排放。零排放就是没有废水会排放出去，一定是回收再利用。其实，在我们都知道，这在目前大家的观念当中，它是一个邻避设施，因为大家会惊的说，大家会惊心肝来惊遐的物件，所以我们当然是以这个严格的标准来看这一个整个设计的过程。感谢主任秘书，我先针对亚庆案例来先做一下详细一个几部分嘅说明哦。今日呢，先从咩来按到嘅乡亲朋友分享大家听下来共存嘅意见，针对亚摆公所的地方风苏澳镇要特别的来起纳骨设施、滨中设施哦。刚刚谈到地方上有需求，或者说现在目前也是有一些反对的声浪，我们欢迎今天的乡亲朋友来提出亚嘅看法，好冇？头咧係我们先抢亚嘅。一个欣赏沙期的理事长秀记。咱即摆讲的这个五老坑地方苏澳五老坑溪可以说是我们新城里贯穿整个新城里。那这条河川其实可以算是我们新城人的母亲了怎么说母亲？因为从以前拿水到家里来用，到现在的灌溉的农田的部分，其实一直跟我们就是有息息相关。我们的生活故事从小到大都在这个地方。我们主办单位一直强力的。保证这个地方一定是零污染。那其实对于长久以来住在这个地方的居民，零污染这一句话只是口号，我们大概眼睛可以看得到了，在工业区的对岸这边，一直以来臭味，还有包括水源的部分，一直都在污染。虽然都有做了设施，可是还是有让我们居民惧怕的地方。如果在这个地方唯一只剩下这个五老坑溪是我们最后一块净土，我们也希望我们主办单位可以慎选位置，因为我们担心的其实是在心灵跟身心灵上面。我们光想象就好了，各位乡亲，在五老坑的上游的地方，上面在洗大体，在下游的我们敢用我们门口的这条水吗？还有我们在露营区露营，对面的殡葬区也在露营。光想到这一点，其实我们每天就在噩梦了啦。好，感谢哦。要给呢，针对提防风嘅案例哦，要提防风嘅居民讲，有可能是居民的噩梦。不过呢，有没有可能未来有一些变化呢？过来谈可能其他蔡天营嘅看法。今日大家来对亚为第一个目的，大家主题在讲，你苏澳镇公所同样五老坑，我来建设一个殡葬设施，大家想看哪里？俺问大家，到底你也得个心肝肚方对亚个做法，是赞成也是反对？
我即个来讲啦，我非常的反对，因为大家都伫得讲五老坑，天热、好山、好水，当好高的蔬菜。那迄讲冬热天来呢，大家天热嘅上度就讲啊，大家来去五老坑玩水，我们去五老坑来去烤肉、搭帐篷，晚上坐在那边露营。哎呀，迄咩当好呢？当好高嘅蔬菜。用板毛的老去好好保持落去，偏偏咱老去废脱。你知咋？伊还有天热，这个水源天热，伊迄一个水源头，这个水非常的安强力，100%没有污染。那迄油我天下来的游览呢，专去大家就欧诺讲，你们宜兰好山好水好空气，你们住在那边呐，多幸福啊！我请问各位，你听到一支枝花，心肝都很咩动听，非常非常的骄傲，很骄傲。对呀，按用个蔬菜，那留本人嘅施舍，子子孙孙一胎一胎才下去，本人嘅子孙呐，有个机会很一摆，有多入个五老坑来搞水来烤肉露营，它是一个非常好休闲的地方，所以我心肝是想讲。欢迎就系你苏澳镇公所有关地方人士，你做一件事情的以前，好好去思想，好好考虑清楚。你当下做出一件事情，本北乡的懊恼，也系本北乡来骂，逐日少一支人一支。也係當冇嘅事情。感謝你哦，還有現場呢其他嘅來賓，喺個你有支持嘅意見歡迎提出來，因為個下兩個塘啊島嘅都係地方好，可能針對一件案呢，還係一下親反對嘅。支持的這一方呢，歡迎你也可以提出你嘅想法，好唔好？歡迎你哦。大家有所說到殯葬業，那是以商業為出發的角度，很好，商業為出發。那各位不妨大家想一下說，如果我們從教育園區去出發的話，包含所有的我們的一些想法，教育園區，或者是說像我們有遇到的，就是剛才各位所提到的，例如說我們要做露營區，這個是不是也是從商業的角度？雖然這很偏頗啦，但是我覺得如果從商業單一角度的話，這我們可以去探討。那為什麼一直要堅持說，也不是說堅持，一直我們要去做一個殯葬業？我覺得不能從單純做殯葬業，我比較喜歡把它叫做生命園區的一個角度去做出發，因為它不能去畫上一個等號。因為我們從一個角度來看，這一次的一個大家論題，他說空污跟水污染這兩個問題。第一個大家可以想一下，這邊的一個資料，大家可以實地的去探訪。第一個，如果從空污的角度，剛才我們的一些地方人士、環保團體提得非常的好，說我們的空污工業區對不對？對，工業區有一個工業區的一個空污。這個就是我們所有在場的，相信有不乏的我們所有的民意代表們，我們應該去看一下這個空污問題，我們一起坐下來，大家怎麼去解決？第二個問題，居民非常憂心的這個位置，我們是不是，這也是政府要給我們保證的。第一點，這個位置我們平常玩水嬉戲的時候，是不是會用得到這個地方？待會我們可以一起來討論，可以把這個開放給各位一體，緊急需迫的，我們往這個方向去講。而不是一直在討論說水源地這個問題，這個其實不成問題，還有空污的問題，也不是今天應該要討論的問題。謝謝各位，謝謝。按之這還有其他鄉親朋友冇，也線上呢，其實講啲風景區也特別來設殯葬設施，其實唔會影響到風景。其他鄉親分享。整個五老坑呢，非常的漂亮啦，哈，就青山綠水。人家想講哦，大家來呀，如果這個設施在那裡了。將來會用的呢，係咪有味道需要哈，就會應開發落去。雖然它看起來就0.98公頃而已，細細聽，還白天會有需要啊。就你要去也往那邊看哈，工業區哦，當初咩講開發吼，咩講零污染吼，唔會有污染。唔看一下工業區，有一台，對人當地嘅生活吼影響了安泰吼。嗰2級煙囪，嗰3級煙囪就係影響為最難看的地景吼。同時呢，如果一下五老坑吼，真見稀的一個納古塔，下一擺的話，你去到五老坑，人家看到嘅唔係
不只是青山绿水哈，还有一只东城区的东土卫在建设在那里哈。其实我要想最担心的是，其实滨藏区可以有很多地方可以改，为什么哈一定要选冇开发的地方去开发呢？可以老公墓再改造嘛哈，可以都当作为一个选择，某一天要老树地再开发，这个是一个较唔会想法人啊，知道。好，多謝你咯，亞西有自己係對其他素材曬過來嘅，接下來針對亞県，我哋還有其他鄉親要表達意見係。蘇澳鎮目前有3個特色景點，第一個是蘇澳南方澳的漁港，第二個是冷泉公園，第3個就是我們五老坑。那南方澳漁港目前的情況是漁獲量減少，以及塞車的問題呢，遊客已經大不如前。再來是冷泉公園。冷泉公園之前幾任鎮長已經花費了幾億元來宣傳，不過目前呢，冷泉公園是要停擺3年，因為呢整個都打掉重建了。最後就是我們的五老坑，我們覺得鎮公所應該要規劃的方向應該是自然環境以及生態教育的發展，來帶動周邊的長期，而不是異想天開把那個殯葬區跟旅遊結合在一起，所以呢，地方鄉嘅人咯，針對亞嘅觀光項目有吃到衝突嘅素材。這邊呢，中央嘅立法委員沒來到現場，陳委員來到現場哦。宜蘭縣呢，過去10年每一年平均大概有3500位的亡者，那蘇澳鎮公所每一年大概370位。那我們目前跟未來3年新增的納古塔的位那個數呢，大概有134000個位，這個納古塔的位。那這個符合未來將近42年的需求，也就是說，現在我們蘇澳鎮公所不蓋這個納古塔，那可能我們宜蘭縣還有可以滿足42年的需求，那所以這個是需求性。但至於說地方的需求，也就是不方便性的問題，我跟大家報告那大家都不希望說殯葬設施呢，不管它怎麼樣放在你的旁邊。既然宜蘭縣政府要有這樣的需要，是不是？所以針對這樣部分，我想請縣政府呢務必表達立場，針對這樣的需求合理性，站在縣的方面，而不是考慮到一個鄉鎮的方面，或考慮到個人。那我想宜蘭縣是個好山好水、好人情味的地方，這個地方呢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公共議題的討論，我們來做一個合理性的一個處理。那在相關的訴求方面呢，我也覺得說，蘇澳鎮公所可能要跟我們居民呢做一個充分的溝通。那我看歷次的協商的結果，好像居民的意見呢並沒有納入討論，這一點是比較遺憾。那我希望說這個不管是宜蘭縣政府或蘇澳鎮公所以及地方民意的意見呢，我們多做幾次的溝通，再做決定。以上表達這樣的意見。好，非常感謝陳委員哦。剛才講到啊，要個眼光要長遠一點來看呢。那當然說這次的負責單位係蘇澳鎮公所啊。不過近邊呢，宜蘭縣政府沒有冇共用嘅單位來到現場亞片唱高我們的池副哦，副組長，那像這樣子哦，你看到五老坑風景區，剛才很多人都說好山好水這個地方，每年有差不多40-50萬的人次會來到這邊。那現在呢，針對這樣子，我們長久已經73年劃定到現在，已經經過了好多年了。我們現在的成果是怎麼樣？在這一塊的必要性、適要性，它到底說什麼？我覺得從公部門的角色，我們應該先呼應叫政策的延續性。我想說，從陳前進來時代，在這個地方，它呼應以前新南良八景這邊有好山好水，所以在民國73年劃定的風景區，那450公頃。那76年開始做露營的相關設施的用地的徵收，那也成為全國著名的一個露營設施。這個也是現在鄉親所講的，這邊已經有這麼好的一個設施，有這麼好的一個環境，那是不是還要做這個設施？我覺得這個都是鄉親所關心的。那其實就公旅處來講，其實在這個區塊來講，我們也呼應了以前陳前進來時代的，他認為這邊既然好山好水，那以教育的為主要的訴求的情況下，其實我們公部門來講，我們都希望這個園區能夠呼應以前那個園區的一個原來的一個功能性，以教育為主，並不是帶以觀光為次。那以現在每年都有50萬人次來講，其實它的活動的量呢，其實很大。那就我們今年來講，我們今年去參考了人家新加坡 OBS 的那一個相關的國際戶外教育的一個場地，其實
在新加坡，李显龙总理他讲过一句话：教育决定人才。人才决定了国家，所以他们在他们的国家的中长程计划里面，他们提出了一个很远大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政策。他们把现在的无名岛的一个每年中小学要去那边做户外教育，他们要投资未来几年要投资将近2亿5千新币，大概50万台币，他们要另外开辟。所以就县政府来讲，我们在这个园区里面，既然有这么的一个好的地点，我们是希望未来它能够转型为国际级的户外教育基地，也就是所以对这个五老坑风景区其实是寄予厚望，它有它的任务在的。那它未来的任务跟现在可能地方公所想要来新建新的东西，可能是目前名义上面看起来是有冲突的，是吗？就名义上来讲，绝对有其冲突性啦，因为这个也就是乡亲所关心的部分。那其实我们从长远来讲，我们都觉得说，我到底要留给下一代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也是乡亲所重视的。我们到底是要留一个好山好水的设施呢，还是因为有其他的商业上的需求所考量？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乡亲所关心的。OK， 我们到底要留给乡里推嘛该东西呢？更多要去加出价值。我们请这个宜兰环保联盟的理事长哦，先来跟我们说一下，像风景区现在近年做的成绩大家有目共睹。阿国沙哈雷呢，你知道怎么对亚天欧内哦？我们应该要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次的开发案子呢？我相信乡亲他应该不会去反对公所来设置这个纳古塔，只是第一点有没有这个需求。再来，五老坑它是属于它里面有一个焚化炉的烟囱已经列为文化的资产，第一个就是这样。再来选址的位置，应该是可以建议选在顶寮公墓旁边，那边也是我觉得还蛮适合的。再以环境的保护来讲，而不是像说副处长讲，我们要留给子女什么？现在少子化，你难道穷到未来只留纳古塔给子女，而不是留一些花草树木给子女吗？其实建设不是代表开发，也不是代表开发。那我觉得说，我们是希望说公所可以来去跟乡亲，可能再多次说明一下。说明。那其实，在公所也有讲到，200公顷，它只用0.98公顷，那这样不会让人家遐想你在规避环评吗？那未来你不能保证说你不会再扩建吗？目前的县内的一些纳古塔殡葬设施也是符合，也是需求，也是够我们宜兰县民在使用。对，所以我觉得不能因为建设而去建设，而去要回归到我们的需求性有没有这个？其实环境跟开发跟经济应该要取得一个共识。对，那我平衡点。对，平衡点，不然我告诉你，搞到最后变双输。去年2016年10月的加哈是土地房红的潘说明会了，说明会第一次已经有办了。当时候呢，政公所想要来做一个规划的2.25公顷，为了朝向殡葬一元化的方向来做。新一年的呢，择地说明书我们也有看到了，就是选定这个9股段，评估有可能黑的为赛的素材。地方上今年的3月跟5月都有去陈情，韩国5年嘞是来潘听一百个说明会。当时呢，政公所也说用地这个相当的适合，然后面积把它缩小了，从2.25这个面积缩小到0.98。那中间的考量可能是什么呢？等下面做得呛政公所来继续来讲哦。还有6年嘞，县政府呢发一张公文给苏澳镇公所，要董中黑供卖给东西，不用的鸦片太假了困难。这个时间呢是落在今年的时候，底部一度有共斗。如果在区内建置殡葬设施，县政府的话，他认为已经违反了风景区投摆挖石的目的的，与整体的开发计划看起来是轻重推的。古手沙下来呢，会共斗哦。虽然讲这个案子是属于地方镇公所，不过他最后喊黑会送去验证府来审。鸦片没有抢高科长哦，目前这个案子的进度大概是怎么样？送案了吗？目前这个案是还在评估，其实公所那边还在评估，还在规划中。目前地点还有相关的设施的新建方案都还没有送上来。现在就是说，民意这方面我们也是要考虑，这个是因为
我们接触那么多的纳股设施的新建，大概民意这方面，我们其实申请单位都要相当的考量。像现在台湾一斗受灾呢，有很多邻避设施，工厂、焚化炉，再来是垃圾场，这些非常需要。可是假如说盖在哪里选址上面，动冲的提防洪，咪会引起国家问题。对其他演示嘅你也来看下好诶，就看到沙下来嘅新闻样片。太不會按伊遐辦亂嘅概念啦。因為概念嗰個。伊又迄個安頓廠嘅垃圾場啦、納古塔啊東西，是嘅批批做得咯，都冇事嘅雅數。喺啲明年市府嘅副縣長，加布卡就頭墳墓筍，20年前經過地方向前莊整頓，結果同納古塔做無邊離沙。因為你講啊，人不卡當然也有納古塔生意連，那都要大家生兩甲標嘅。以前太亂裝噶。叫出門噶，佢運輸啊，嘛個都亂賣，幾天啊都會賣啊，做人也冇講你無效啊。現在是講也有做一集，現在啊就講難咧嗬。以前也有開會開過，到時嘅意見啦嗬，講我再個做一集啊，大家也來共同嗬，再個做一集也做得啦。美麗園市府鄉納骨實施，一下可以聽伊錯嘅。富區嘅民眾。也包括那附近的鄉鎮，全部都做來也親密的。第一個經營的過程吼，年度結束的時間，我就會提拔600萬本鄉公所來做財源。另外呢，當年度結算的盈餘5%呢，來提拔本我的本鄉。同樣係苗栗市府鄉村嘅後路，福祿所變種延期，面積有28公頃，呢度唔但搶規劃納骨塔。還包含木業、火化廠同殯儀館也有。我死了80歲哦，我送到安西宮那天。佢嘅安東年延期有到建物已經準過嘅，安東年來還係有千多爭議忙解決。從頭到尾，苗栗縣政府有尊重我們地方嗎？沒有。審查當中，執照一張一張的一直核發，核發以後再來補正。變種設施要先頭內來起，整體規劃嘅內條設施，民眾各有看法。你看到其他縣市哦，沒有來起納骨塔、冇修火化廠，針對不同的設施呢，它的內容可能不一樣，民眾嘅看法沒冇共用。現在你看到哦，市府嘅答辯呢，係講有民眾佢都係親分樣，一撮起嘅接力一直在蓋納骨設施哦，因為地方上有這樣的需求。不過呢，亞看安內頭，我們的苗栗縣蘇澳這邊呢，引起大家地方上兩極的意見，還有其他鄉親我哋表態意見，也係縣議員。在五老坑的部分，除了露營之外，大家都知道，除了今年度、去年度之前，我們的綠色博覽會一直都辦在我們的五老坑這裡。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我們自己有去做調查，去知道了解。今年度，當我們的整個綠博的活動移師到生態綠洲之後，現在在五老坑這邊過去做的生態調查，從小小的生態系小昆蟲，到今年度已經開始發現小型的哺乳類。這代表的是什麼？光是一年只有春季的幾個月的時間的綠色博覽會，對那個地方的生態干擾都可以如此的大。如果以後在那個地方有這樣的就是殯葬設施，它是全年度無休的，會一直有人進出，舉辦禮廳、喪事等等的。哦，就我大概講的，有當時啊規車遊覽車來，有當時啊吼大概車進遠來家停車停真久，哦，然後休蛋，然後車子在那邊怠速等等的。請問，像這樣子高強度人行進出的設施跟區位跟建設，放在一個剛剛縣府自己也講到了，未來是要做生態環境教育或野外環境教育的部分的園區，放在這個地方合適嗎？我們最後只會空留有一個地方可以辦這些活動跟辦這些教育，但這個教育本身的教材全部都不見了。教材是什麼？是我們的環境，是我們那些生物，是我們那些生態。如果那些教材都不在，這個地方還叫做教育園區嗎？謝謝。
好，非常感谢议员哦。沙哈勒也没有呛高其他用情，针对亚哈选址的考量可行性评估里面，也有针对现在这是邻避设施，但是考量到它的公益性，甚至大家要去到其他地方使用这样子的需求的时候，必要性出来了。但是有相关的一些考量，比方说，假如殡葬做到公园化的话，是不是可以免除这样子可行性评估？代表这里是 OK 的呢？而且再看到这个地方是正有土地，不需要新辟连外道路，针对亚案的一个案件哦。刚刚你也没讲诶，还有其他乡亲我来共存亚个想法。因为我是伫遐出生，我真了解迄个环境嘛。这个环境呢是山谷地带，伊的水呢，咱讲是来伊灌溉的所在呢是本基湖圳、新城圳、东山圳，所以讲伊的面积呢，你这水呢，你若讲设咧遐来讲的是咱讲实在，你会造成呢一个风景区呢完全破坏，会造成呢万劫不复。好，感谢您，这是地方乡亲的看法哦。0.98公顷，虽然我们的负责单位认为说它可能跟当地的环境冲击性比较小，那接下来呢，针对这样子，假如说公所认为它可以把这样子做到殡葬公园化，可能附近也是很漂亮，对风景区不会有任何的影响的话，其他永琪你吃豆贡，这样是不是也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加油广告总公所主秘有讲5条，其实呢50位数，其中2则喺工业区。1则係那個水調保護區，那3則地方根本都冇可能，拿來同嚟比，根本冇可能嘅地方拿嚟比吼，你係唔錯嘅。過來那你數哦有2、4、6，3則公務，你要拿T 4則天，天2落T 6嘅公務，怎麼拿來評估啊？建議講政工所T 2落T 6，總共3則公務，仲係要拿來評估啊。過來是講好誒，存1張誒。好，唔看到圖，翻到第1張圖。你內政部也有規定講，那個他做唔得講，做唔得一定要限低，不影響水土保持，然後不破壞你環境保護。你現在該不幾天都破壞到水土嘅保持加你嘅環境。咱可以T9條嘅T4點地方都也有講。做唔得先喺河壩旁邊，你看看旁邊屬喺河壩，你河壩也冇拿到地方度來評估哈。建議講政工所用啲海公務來做，人嘅納骨塔也好啦，殯儀館也好啦，運動較適合。什麼塔啊？目前5個地方當中呢，選中了5老坑，有人認為是不適合的。唔過呢，還係有先從喺支持講地方上有這樣的需求，所以選址上的話，覺得這個地方是蠻適合的，是嗎？這位先生？咱12鄉鎮。都是鄉鎮無咧做這種物件，包括哪骨頭、東山嘛攏咧做，可咱所有無。所以感覺咱所有人先來講，定定攏，我毋是講一定愛做咧倒位，因為這個物件自阮參與了後時，第1次、第2次大家攏講過，有人甚至講鎮長甲阮綁架，講阮啊，其實這是阮里長聯誼會，伫第2次開會時要求鎮公所愛帶阮去現場看。所以先生，你是里長對不對？對，媒體講出來都是我們被綁架，什麼一黨獨大什麼。起碼什麼民主社會的，還有一黨獨大嗎？我都一再強調，我們少子化，你坑你厝的，坑你大，攏趕快無一個手靈，攏來摕你遐去。你知影講咱所有咱上基本，不管你倒10分鐘久以來，逐工嘛通來甲咱的親人燒一下香。你即馬坑你電話，攏是一工200塊，請人燒燒的呢。就是我們有納骨設施，就近可以祭拜我們的先人哈。對。好，這位是里長哦，還有先從其他鄉親，我繼續來提出嘅想法派。這個公所開150萬。叫這個團隊來規劃這個報告，上重要伊的結論，我即在講給大家聽。伊的結論講，本計劃用地經多方意見收羅與溝通說明之後，難能可貴，地方人民、地方行政機關、地方民意機關一致贊成本基地新建殯葬設施計劃之和諧共識，各位，這裡面充滿了謊言。這裡用150萬開咱150萬寫出來的報告，伊上條的報告的結論內底安尼寫，所以這個過程內底，阮的居民從來沒有得到諮詢、商量、溝通，問阮的意見，所以。尾啊，第2屆的說明會內底，這裡的居民聽到消息，所以有10幾個去現場，就去現場來甲公所來抗議這件代志。
啊，公所的态度嘛是非常的强硬啊。结果你知影，公所的大长官伊安怎讲？无啦，上无啦，上无阮遮的民意代表吼，嘛免安尼走场啦。一届走遮，搁走遐，要新建新殡葬设施是，伊的应该是为着咱镇民来设想，毋是为着少数人惊伊走伤济场，安尼互伊欠伊的时间，安尼来做。还有呢，我们看到说，像这个目前呢，在五个地方要选址上面哦，是不是它是一个最好的地方？5个目前在可行性分析里面哦，也有选到这5个地方，可是最后是选到这个五老坑9股段，因为它是正有土地，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公所也提供我们这份公文哦，因为它是正有土地，我们不需要再去办理其他的变更，管理者就是苏澳镇公所，所以选在这个地方，虽然地方的乡亲认为它不是很适宜，可是对我们公所来讲，这个目前是一个最好的地方。主秘，我们今天听到那么多的乡亲哦，都来提出太改的共法，显见大家的意见还是属于比较分化，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各位咧，纳古塔不是，其实它是就是一个建筑物啦，不是一支塔咧，像佛塔呢，哦。风景区伫73年划定，这个位啊，大家拢知，当时就开始做文化部，民国69年就做文化部，即卖还阁有文化部，所以还阁城隍庙还伫接受一寡骨灰伫遐，这个属实卖抹灭。过来，这个案件当时还有感谢客家电视台，是不是？本来大家伫鹿营区内底甲你做立骨设施，啊，定公所都毋是头壳歹，是吧？我们一直过程在征求大家的意见。所以，但是一直这个过程啊，一直被误导，弄得安尼大家真惊吓，无看到鬼惊到要死。哦，当然我这种比例是比较不适当。所以我们刚讲做零污染派，其实大家看咱挖沙壁，咱尽量救。拄有讲到必要性，宜兰县还阁有偌济个这个骨头位，这是后壁咱各乡镇得去啊。县政府家己嘛阁得去，哦，县政府嘛得去。啊！你走到放远，走到伤远是偌远？各位啊，你的大体爱刷伫遐，你的子孙爱去遐酒灵，哦，有诶可能厝较快囥厝诶，有诶是爱伫遐酒灵，是毋是？啊，佮拄仔讲伤远放远，有当时这个因为咱逐个出山要落葬，看好时间，对吧？爱甲人排队，咱抑阁无法度赶时间烧。咱的祖先也是咱的亲人，最后这段路。敢袂当好较尊严的？当然，大家拢会当有个人的看法，对不？咱的亲人、咱祖先往生，咱要怎处理，迄是活着人的决定。但是我承认，这大家会当无共款的看法。不过，徛伫做一个人最后的尊严，伊要转做神也好，转做鬼也好，咱这个在世的人，敢袂当还较重要。依然世界拢是净土，所以也不用把五老坑过去太强化。我毋是甲这个立骨塔。毋是甲礼厅，甲恁起伫溪底讲后摆大家袂使生水。我们今天从规划，公所一再要求规划团队，我们用最严苛，我们还进行了25项的查询，是不是水土保持水源特定区哦？是不是这一个地质敏感区？什么要塞什么的，我咱拢20多项拢问过。各位，我们要很理性，我当然尽管你听大家的意见，因为这个案件我甲大家报告，还未确定。咱新城里的里民意见，咱绝对尊重。但是咱伫做沟通，各位拄啊上面，咱咧一坎啊三者，啊，做焦点一个一个慢慢的拟具。公所还有这部无10喙9下喙，民主无法度，哈，大家拢满足，大家拢举手赞成，到尾啊都是哦大多数的民意来做迄落啊。所以主秘，我们看哦，你刚刚也有提到全县专，我们都到台北去了，宜兰县也不要盖了。如果照这样讲，50部跟100部。那就去调查内政部，全国还有多少纳古塔？是不是台北也拿到高雄南部位？这50部距离跟其实严格讲，我们当时讲是说，这个方便性不是给政治人物方便性，也不是给这一个单纯给办丧事家属的方便性而已。我们要想到这样的所浪费的这个时间、精神、体力，还有作为王者最后一个尊严。各位，这个是殡葬，是生命园区啊。这不是工业区啊！大家一直在拿工业区
来转移话题，我觉得这个是相当不道德，也不应该。OK， 好，都掐注 B 给按斗熊 C 给说明了。因为看到选址考量呢，就是因为它是殡葬用地，可能在5个地区当中很多公墓太敢没共斗啊，其他受灾用去限哦。不过针对呢公所提供给我们这一份土地建物的查询资料，就看得到风景区里面0.98公顷的地方，不但还属于殡葬用地，属于正有的土地哦。所以是不是选在这个地方是最好最合适的呢？来看到一栋也糖啊豆过后还黑吃到有的位某穷用唔黑按合适呢。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段影片。洗衫、剪菜，大家人嘅想法都同亚条水路都有关系。我们在五老坑就有一个书院，木仔坑大石鼓，建城水查某，公路保好水土，大坑沟臭鱼仔堡，几个新城溪木仔坑这居民200年来安尼生活大食为遮出世，到过身去，拢得这个生活生命历史。五路行算是新上海水域，水路就伫亚达尾热到平角度，山水高涌，风光暗好，头摆很多五路林前。我同意饭店填去高水，我们校外教学都会去那边。现在的人或许比较少听到，但是如果老一辈你跟他讲九高啊、石猴，它其实就是在讲所谓的石蠅那一种物种。当你在一条溪流里面看到这些物种出现的时候，大概你就可以知道，这条溪的水质还不错。放回去了。好，您回家吧，谢谢你。我要搬过来个，还有发现到其实依然有很多问题需要大家去关心，大家去改变的。虽然讲大环境当好，不过有的地方慢慢的都被不管是财团啦、工业啦、开始开发啦，真正会影响到也是后山后水，然后破坏体就是冇嘅。无论当地居民也是新朋友，傻都当想要维护某组头前看到的后山后水。如果我们从长远的五老坑希望转型为户外教育基地，那户外教育基地就会归到学校，那学校以那个中央的政策，它希望有3个示范点。那五老坑其实就是北部的一个重要的户外教育训练基地。苏澳镇真需要一个殡葬礼厅甲浪舞台，所有目前所有的殡葬都是爱去甲范围上的，不但费佫很不方便，而且咱所有的去甲遐费用嘛比较高。在武老坑这个所在是真正适合，因为土地嘛公所的。地目是望的，但是县政府也不赞成，地方嘛有人反对，但是这定爱去克服啦。大家以相关调度各有价值。今年呢，按多人乡下起种的亚代表乡下来讨论，黑讲亚下当地有一类需求，而且是滨中设施，偏地那片正是今后的所采呢。因为亚下镇公所想要设投一个正有土地上，也就是五老坑风景区其中一个部分，2.98公顷天天。不过虽然讲开发单位因为讲，亚同当地的环境影响唔会侵害，不会有太大的环境冲击性啊。可是乡亲还会提出其他的争议。我们最后呢，刚才新闻影片也有看到，很多人希望这个地方可以保持下去，维护它的好山好水。不过，假如说这个设施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的话，针对这样子公有镇公所的说法跟回应呢，泰嘎还是有其他的想法想要表达，对不对？我们以一个很想要去解决这个殡葬问题这个解决问题也不是说只有苏澳镇的问题了，东山乡也曾经面临过这个问题。大家也是想说，如果以我们未来要留一个好山好水好景致，未来能够像欧洲一样的光景的话，我们不应该再去破坏一个处女地。虽然它以前有一点点的小烂葬岗，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据点。如果以镇公所这个看法来看，他有看到说它的公共设施的冲击性，其实它的冲击性里面，它都没有把涵盖到说东山乡、新城、东城这一边，你们的，我们常常讲过嘛你们的祖先别人的鬼，你们的需求是变成别人的碍眼的观瞻了，看不看得到？现在我们都很难去评估，但是原则上，如果我们有自己去评估过说，如果再加上东山乡的一些设施，包含五老坑的玉尊宫、五老坑的军营重地，还有五老坑的东城好山好水这部分加起来，它就已经
远远超过镇公所所能够评估说这是最好的地方，所以说我认为他应该要学习东山乡公所一样，把旧有的公墓把它变成纳古塔。如果你只是需要纳古塔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冲击性最小，得到民众的掌声也应该会最多，这是我的小小的建议跟看法了哈。好，在这次的公所评估当中，有选5个地方哦。刚才也从这个表格里面可以看出来。不过目前是选在五老坑9股段，是因为正有的土地，然后附近虽然有住户，但是里面的评估报告是写说亚扎 Viso 呢里董梯黑300工厂，里面自己也评估到说休闲观光区的冲击性是评估为中高型的，这边的公共设施冲击性是相对比较低的。那其他的地方呢，可以从这个表格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哦。那针对它选址的部分呢，还亲民没有开封不先从的勇气，有现场最后开放给现场的乡亲，有问题的都可以再提出来。好，我们这位女士，邻避设施这个问题，可能现在大家都想说啊，要盖，可是不要盖在我家旁边好了。那你的建议是什么？如果伊即马政府甲阮收这个，就是为着讲要做一个较好的。你看别人去灵骨塔、去迄落殡仪馆的，啊，就要对人去。啊，伊会使去选一个较适合的啊，毋是即个风景区的所在啊。你若今仔讲啊，别人有一个大学，吼，教育要即个子孙较好迄落啊，伊是毋是爱来去一个大学搁较好？大家会掌声鼓励啊，对无？所以5个地方你觉得有更好的所在不？伊应该是爱去公有的迄较好啦。公有的地方是不是？好，这位女士哦，她建议说有其他的地方可以选的话，是不是更好呢？还有其他的乡亲，我们最后开放给。头前的这部分也看得到哈，就是我们有几个疑问，包含说，如果你给那里是因为土葬的这个公墓饱和，那我们纳古设施是不是能够符合这个需求？这是第一问题哈，好像前后有一点冲突。啊，过来哈，就是这个所谓可行性评估，其实哈，咱都把它看过，因为这就是开发单位他去花钱请这个专人来撰写的，所以不管按哪走，一定是可行啦。好，这是一个上大的问题。啊，过来咱有看到哈，过去哈，咱伫遮这个新城这个地方，它其实下游就已经受到很多工业区的污染，啊，我们上游是不是应该更好的来把它保存下来？那如果哈，镇公所这边有觉得说，咱这后摆都是零污染、哈零排放，那是不是愿意主动来做这个环评？好，主动来做环评，因为我们知道1公顷以上，它就必须要环评。所以你的建议是，就算它现在正有土地0.98公顷的话，虽然不用做环评，但是你的建议是来做环评，看看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对，因为今晚花路是规定1公顷以上是一定要做环评。你的建议是主动来做，主动来做环评，这样子就可以解除大家的疑虑嘛，哈。好，您也是当地人是吗？我是宜兰县民。宜兰县民，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你的看法哈。我觉得必须要从现在去踩刹车，然后必须要由县府甚至更高层的上层机关去做一个上位的政策的要求。因为目前看起来，比如说县府这边对五老坑这里的殡葬设施表达的是一个反对的态度，而像我住的3星，那边有一条很美的溪叫安农溪，那乡公所在那边坚持要盖一个跟景观非常的不符合的一座铁桥。然后观光局那边也已经把它打回票了，但是他还是坚持要再重提。所以做起来了吗？还没有做起来，但是现在乡公所那边他想要再卷土重来。那所以就算是上层单位，比如说像县府或者说像观光局，已经对这样子的建设提出意见了，但是在地方的层级上，那我们看到的是乡公所或者是镇公所，他们还是有他们自己的坚持在。所以我认为说这样子的争议不能放任由地方上。由民众，然后跟乡公所、镇公所一直不断的去冲突，而是必须要把这个价值确立起来，然后由上层机关去做一个上位的政策的要求。那尤其明年是选举年，所以我希望每一位宜兰的候选人都要对这件事情站出立场，表达态度，提出政策，然后让人民来检视。好，非常感谢哦，提到的加出青春优，每像乡亲朋友还有观众朋友们想看呐，给加出我们心中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透过今天按董颖 Q 哈的讨论，我们也反问自己看看，亲迷最后还有没有其他的乡亲？我们刚才听到里长也在讲说，苏澳镇确实需要一个殡葬的设施。那但是呢，我们苏澳镇它有5个就是公墓用地了。
那其实就不应该在便宜行事，应该就在原地的部分来做一个完善的规划。主秘有说过说圆山福园那边有秘境，有国际级的秘境，那个秘境不是原来就有了，是后来才形成的。那苏澳镇公所应该是在这5个我们原有的目的的部分来做一个完善的规划，来创造新的景点出来。那尤其现在是那个墓园公园化，非常的大家世界都有一致的认同。那所以说，苏澳镇公所应该是就地整合之后，然后把原来的环境再创造更漂亮的秘境出来才对，而不是说我们五老坑风景区已经是原有的大家都认同国际级的露营用地了，它也形成了国际级的观光景点了，然后我们就来配合这个观光景点，而把纳古塔来设置在这个地点。我认为是苏澳镇公所应该在另外思考新的公墓用地。谢谢。好，针对5选1哦，刚刚很多乡亲都提出了太改的想法的。今天呢，按都乡亲都提出了公益性、必要性，其他很多的考量。那最后呢，在生态意识、环保价值一直提升的，要不会禁止哈，太改意见用来老给正哈起来喏。亲民没呛我们的石副处长哦来做一下。今天大家也提出价值这个东西哦，那您认为接下来的这件案子还要往哪一个方向走呢？那回归来讲，就县政府的立场，我们都是希望公所能够倾听民意，了解民众到底要什么，所以也很感谢客家电视台。那就县政府来讲，我们一直觉得从长远的这个园区里面，它是要把它变成一个环境的一个交易，那环境对于下一代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对于公所在这边来讲，虽然它是可行性，可是他认为这边是最佳，我们一直希望他能够重新考量，因为毕竟还在可行性评估啦。那刚才主秘有讲说，这边69年就是坟墓用地，那县政府是73年把它划风景区才开垦，可是也是因为它在后面，那在整体的宜兰县政观光来讲，它已经是环境改造了，不能说前面那个那我就不管它，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就公部门来讲，我们一直政策延续是很重要的。那既然在政策上来讲，这一块已经要做一个转型、一个活化，我们真的是希望能够重新的一个思考。那最后，其实居民也一直在认为说，环评这个东西来讲，因为会质疑说，从原来的2.5，那现在修成的0.9，那是不是在环评的认定影响标准31条里面，是不是有故意或要规避的？我不知道。可是就居民来讲，认为如果可以，那是不是要做一个处理？那最后，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也要提醒公所，在这样里面，你们虽然有说21项的查询，可是你们知不知道，在这个道路跟你这个园区其中有一个水利用地，未来在指定建筑线上似乎有点困难。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你们委托的顾问公司没有了解到这一块，那我做一个提醒以上。所以5择1，可能接下来还要继续来讨论，继续来评估。最后也请科长像这个灵璧设施哦，大家可能设在哪里都会有反对的声浪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县府的立场啊，这个风景区里面设这个，虽然说是生命教育园区，可是还是很突兀，所以我们立场还是不赞成。OK， 好，还有亲民呢，今天大家讲哦，加车要该东西哦。我们最后请这个黄理事长。那我也希望说，好，希望镇公所能在自己自我检视，主动送环评。不管你是要符合1公顷或者是0.98，你就主动自我检视送环评。所以你也赞成刚才有人提出主动送环评来释疑？对，那我刚刚有在第1阶段的谈话，我有讲0.98是规避环评。那我也想说，是否可能请镇公所来主动送环评？再来，最后我想要讲说，我们的岛屿就只有1个而已，我希望好好的珍惜，因为我们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就是这样。谢谢。好，今天非常感谢乡亲今天来参加哦。还有最后一个。感谢当时帮我们选址的几位领袖代表哈，就是我们的各里的里长。好，我们到了现场去会勘，然后帮我们的镇公所背书，这是一个5选1最好的地方。我们也感谢你们来做最后这样的决定。可是你们住在这里吗？你们知道这里曾经是淹水过的，这边是行水区吗？那为什么当时的坟墓葬在这个地方，最后都迁走了？
这真的是我们的风水宝地吗？好，我希望我们真的是在最后我们的意见领袖在决定这件事情的时候，多像这样子来倾听民意。我想这是我们最后的决定。谢谢。好，今边呢，水迷再个向主秘来提出来，主动送环评，刚刚有人提出来，有可能无呢？我想需要镇公所一定照这个法定的程序来行，免惊鬼，因为住伫遐将来拢是咱的祖先，伊的保庇不拉坑呢，更加发展。坦白说这整个规划我们是完全配合五老坑的发展，那也不用担心这叫扭转劣势，是不是？为什么五老坑在离五老坑主园区这样距离的地方，我们不能再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既符合民众的这个需求？其实在我看，这个就尊严问题啊。为什么所有人都爱去遐排队，对吧？我们也是要体验一些人的声音。那不管怎么样，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各位有更好的位置建议。我们也是公所也麻烦吴理事长这边希望在一定期间内看能不能有更好的建议。那如果没有新的地点，我们就会继续来持续向民众来进行做沟通。好，今日非常感谢各位来宾、各位乡亲共下来参加。针对人嘅假设，针对亚庆案呢，南北会持续继续来追踪。今日感谢共下来参加，安子生。谢谢。